哎好，好了，太出来了，吓死我！谢谢。婆婆，你忍耐一下，可能会有点痛哦。还是不行吗？再忍一下啊。好一点了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再一次吧。哎呀！娘，再来一次啊！还没好吗？忍耐一下，好一点没有啊？再来一次。程峰怎么回事？快接电话呀！思贤，准备考试了。安琪姐，程峰还没有来，能不能再等一下？不能等了，规矩是这样的，照规矩来。我知道了。他该不会又睡过头了吧？程峰这个糊涂虫！哎呀，好了，太出来了，吓死我！谢谢你啊，要不然婆婆就没命了。不会，婆婆福大命大，会没事的。谢谢。好了，来，起来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啊，没关系。哎呀，是吧？行了。真是太谢谢了。刚才幸亏你呀，要不然我就见不到我儿子了。婆婆，你没事就好了，我要赶时间啊，我走了。你是怎么了，李小姐？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用了，婆婆，你没事了就好，我得赶时间啊。告诉我吧，哎呀，够了，婆婆，我叫程峰啊，我走了啊。峰，哪个程？哪个峰啊？啊？哎，小姐，你告诉我啊！婆婆，我真的来不及了。哎，小姐，你别走啊！哎呦，你看他，哎呀，他就走了，我还没谢谢他呢。程峰啊，婆婆，你看，哦，这样就能找到他了。哎呀，快呀！程小姐，哎，那不是程峰吗？今天乘务员考试，他怎么还在这儿？对呀，程小姐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你为什么要追刚才那个女孩子呀？她把准考证忘我这儿了。准考证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她刚才为了救一个老婆婆，不小心把准考证丢在地上了，我是特地给她送过来的。教官，我来了。准考证呢？你是不是忘了带啊？我带了，出门前我还检查了呢。安琪姐，可不可以让程峰？不准。没有准考证，不准进。跟我回考场。哎呦，我没带准考证啊。辛迪姐已经把准考证给你送过来了。真的假的？走。
思贤，要不要先来坐一下？不用了，程峰，打起精神来。哦，好吧。谢谢啊。好。哎，程峰，回来了，今天考得怎么样？哎，姐，他又怎么了？这孩子也不知道该说是缺点还是优点，老在为别人的事情瞎忙活，自己的大事却又不管。这么说，今天他八成又出事了。是啊，